路加福音第22章，設立主嘅晚餐。時候到咗，耶穌坐席，使徒們都同佢同坐。耶穌對佢哋話：我非常渴望喺受害以前同你哋食呢個逾越節嘅宴席。我告訴你們，我唔再吃呢個宴席，直到佢實現喺神嘅國裏面。耶穌接過杯嚟，祝謝咗，話：你哋攞呢個杯，大家分住飲。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唔再飲呢個葡萄汁，直等神嘅國嚟到。佢又拿起餅來，祝謝咗，就擘開，遞畀佢哋，話：呢個係我嘅身體，為你哋捨嘅。你哋要如此行，為嘅係紀念我。飯後，佢照樣拿起杯來，話：呢個杯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，為你哋流出嚟嘅。但係看啊，個出賣我嘅人嘅手，跟我一同喺桌子上面。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嘅離去，但個出賣人子嘅人有禍啦。於是佢哋開始互相追問，佢哋中間邊一個會做呢件事。